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又搁增加一个确诊病例，又搁是番石南的官兵。另外，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暂停两化直飞甲禁止来台湾的专机，会搁再来运转。番石南顶头住伫高雄的330位官兵，拢有经过调查，也有公布官兵的行大点，相关地点也拢消毒过啊。讲到疫情风波，国防部也要开特日记者会，向外界说明调查进度。另外，海军司令也透过几个园地向外界回实例。讲到国内在今日又搁增加一个确诊病例，伊是番石南的官兵。这位官兵是经过第2摆采检才来确诊的。疫情指挥中心也表示讲，番石南的采检会搁较严格，另外也会特别注意官兵的状况。另外，若准讲到两化直飞的方式，目前是先来禁止，而且也禁止讲来到台湾专机的措施。敦睦南队番石南群组感染，搁再新增加一个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这个新增加的个案是20多岁的男性军人，4月10日第一届采检的结果是阴性，不过隔顿讲出现脑痛、尿、甲嗽等等的症状。4月2日第2届采检的结果为阴性转阳性，确定感染到新冠病毒。比较特殊的情况哈，也确实没有这样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那时候大部分是没有症状，但是有几个后来问起来，他曾经是有症状过。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采阴，好，然后再二采有症状出来，再采变成阳。指挥中心表示，原则上有疑似的个案，只要发病，就算第1届采检是阴性，要是爱真谨心，第2届采检颠倒爱较详细，就过去的经验来研判。有的甚至有症状，不过采检要是阴性的，所以有症状的人会另外安排去隔离检疫所，加强检测的力头。他在发病前，我们去采。得到阴性结果，那也没有太大的意外了哈。那发病之后，我们当然就一定要好好的采。如果万一一采还是没有阳性，我们还是会做2采的。番石南370多人专员抽血检验抗体，确认敢是有防卫到。指挥中心表示，有几下的官兵体内有抗体，不过上尾检测的结果也未出来。另外，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去互画到的症状，除了老、鼻无芳臭、食无咸正以外，国外传出脚会生水泡的症状，有可能是新冠肺炎非典型的症状之一。确实有一些回报是说，好像也有这样的状况，小段的时间有出现水泡，可是我没注意到那是在脚上还是在哪里哈。所以换句话说，也许我们的个案也可能有这样的一些状况。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数目前拢总有427例，也若本土的病例已经维持11天零确诊。不过指挥中心表示，虽然无排除社区内可能也有稳重无症状的感染者，不过人数袂伤济，因为安尼对境外移入的传染更加是袂当放任。限缩两岸航空客运直航，全面禁止旅客来台湾转机的2项政策，会继续延长1平。也若当时的解禁，就要看疫情的状况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在今日下晡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讲今日新增加的病例就住伫咧高雄。另外，中央政府也有甲住伫高雄的330名官兵做过调查，也有公布上新的官兵行大点，其中滨中大学甲潮州国中的校门口也拢在内，相关单位也拢已经消毒过啊。伫咧23日间，阁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嘛是住伫咧高雄的番石南官兵，而且伫咧第1届采检的时阵，拢是阴性。好，这位确诊第12例这位个案呢，也是同时是拒绝我们电话疫调的对象之一。高雄市卫生局嘛，阁公布新的行踪地点，5家拖吊场、连地段拢是人真济的所在。大瓦沟嘛是附近真有名的冰店，提醒16捌去过的民众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若是早起，高雄市长韩国瑜原本表示，有24个敦睦南顶的官兵无愿意配合疫情调查，会来处罚。毋过到下晡的时阵，伊的讲法却无共款。非常高兴，他们已经愿意配合我们完成所有的疫调工作。331位，我们现在完成了330位，因为有1位资料还不够完善。韩国瑜原本发上下尾通知的时阵讲，若是无配合疫情调查，就要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处罚。对这个代志，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看法无同。只要能够确定身份，要了解，我们也不反对。但并不代表这些人是在法定义务要接受调查。就《传染病防治法》43条的第2项，地方主管机关就可以针对确定病例、疑似病例以及相关人员
进行相关的这些防疫的作为是可以的。屏东加入后新兵店内底铁板烧嘛，伫进行消毒，因为屯务南队地北官兵捌来遮食饭，嘛因为有较真正去过屏东大学，阁有屏东大学学生做临时工的餐厅，目前有2个班拢停课，采用晚距离的教学方式。其中有2个学生跟他班上的同学比较接触的人数比较多，所以也请这2个班级的学生一样停课，全部返家，然后做远距教学。潮州国中的人行道嘛，因为10月有60个屯务南队的官兵伫遮集合上游览车，消息打团开娘娘，附近的民众大家拢感觉心惊惊。区公所已经甲4颗米小连续消毒5届，嘛呼吁民众毋免伤惊吓，甲喙炎挂好，接洗手，绝对是对抗疫情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海关因为发生群聚感染，伫4月18日紧急调回番石南的官兵。1点的地点有一个是伫台中一中边仔学校，这就是一间台中科大。今日宣布讲，只要伫18日迄天中昼11点到下晡2点半，有伫一中上款15分钟以上，拢爱伫处理自主健康管理14天。附近的店家的生意也受到真大影响。店员当地无用车流顶加接，不过数量已经比以往减真多，因为2个确诊的官兵捌去一中上款活动，而且佫去过因店面的迄间卖场，互大家生意特别挡袂落。还蛮多的哎，因为我们就是原本都是大排场，可是现在就是自从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现在客人真的少很多。以往再去一中上款的店家拢会开始款了，但是军方18紧急调回军南官兵。集合点经伫台中一中的消息逼出来了后，生意受到真大影响。店家讲人客减了一半，敢若会当自主消毒，希望互顾客安心。但是讲到军方甲集合点经伫人来去的一中上款，也是一直在扣关。还蛮无辜的，对吧？因为聚集地竟然是在我们这附近啊。学校本来就学生多嘛，商圈本来就人多嘛，你如挑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去做集合，一定要挑这边吗？注意讲，这几天差不多拢无生理，无排除串联店家求偿。若是附近3间学校的学生，嘛讲影响真正袂小。对，就可能假日平常就尽量不要来吧，然后平日就是不要逗留这样子。那这部分学生我们都已经把他们召集做健康卫教，那也要求他们做好健康自主管理的工作。台中一中经过调查，初步统计有88个学生受到警示的提醒，另外有18个人家己知影有去过确诊者去过的所在。校方要求配合自主健康管理，若是台中科大是公告，师生只要伫18中昼11点到2点半这段时间，有出入一中上款伫遐15分钟以上。根据调查，目前是183个人爱穿防疫假14天，但是强调是优先看到，未强制学生放假，但是要求学生落实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伫今仔透早通过追加特别预算1500亿，其中165亿正做防治经费，1335亿摕来做纾困加振兴的费用，其中经济部摕上济有774亿。另外，国民党伫透早也召开记者会，强调库碰券只有0.9%的支持度，呼吁中央政府就要发现金，无就是消费券。立法院213通过纾困特别条例修正案，行政院再去通过追加特别预算1500亿，要送立法院审议。若追加的预算全部会记载来付，嘛互经费为原本进步的600亿，提悬到2100亿。经济部编列了774亿，主要包括制造业、服务业还有增产业等的营运薪资补贴383亿，还有用水电费的一些相关补助。那卫福部编的198亿里面，包括了关怀弱势加发的生活补助津贴41.3亿。1500亿追加的预算，经济部占上济有774亿，劳动部310亿占第二，卫福部有198亿，交通部131亿，文化部、教育部、农委会、财政部、甲内政部，也有 NCC 嘛拢有编列预算。不过对政府的纾困方案，按算要发放库碰券，或者是进行抵用券来带动消费。国民党提出经济纾困的民调，强调发放库碰券，敢若有0.9%的民意支持，强调爱直接发现金。库碰券，它的支持度只有0.9%，那也就是在各项的纾困补助方案里面，库碰券是敬陪末座。你没现金，你嘛用消费券嘛，这样子有个时间我们才能够把它拿出来花。
这个对我们来讲帮助是比较大的啦。民调显示，33.9%的民众支持发放消费券或者是现金。目前敢若有2%的民众申请纾困方案，有超过60%的民众摸袂清楚纾困办法。不过经济部回应，二是进前都会有6亿的现金会拨落，帮助320多间的业者，拢总有22000人受惠。另外有3900多间的企业，摕到超过473亿融资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日进行运输业纾困进度说明会，宣布扩大对航空业的纾困预算，总预算来到127亿元，其中也包括会补助一半的停留费，希望业者会当渡过难关。也若计程车甲游览车业者的现金补助，这2日也已经发出6亿元了。桃园机场顶地关掉20个登机门，应付入境旅客落地存在成本。即马长期禁令阁无限期延长，航空业继续硬经。交通部确定对航空业增加纾困，包括返收离职6月的使用费，看运量补贴各种使用费用，停留费补助一半。另外也介入到银行团协商，政府提供航空产业500亿专案融通贷款保证。我们以3大集团就是华航、长荣跟星宇。那总共相关的这个是11家公股行库都有出面协调。那以这样集团式的方式来一次办理。另外，机场店家部分管理金较慢收，依照旅客量减少幅度分期补贴。海运部分提供场站租金减免优惠贷款，予2500间业者。交通部强调，对21万外名陆运从业人员的薪水补贴，这2天已经发出6亿元。客店司机欢迎感谢政府帮忙，不过烦恼疫情犹原看未到进步。2月份的派遣量大概少掉3成，那3月份呢大概少掉4成，那到达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少掉5成，所以大概我们从计程车的一个派遣量跟载客量的推估来看，其实严重影响到的行业大概也不只是计程车。业者表示，客运车使用率甲经济联动，为派遣大数据分析，自2月开始，坐车旅客继续落坡，近2礼拜油源负成长，司机收入继续减少。另外，电风公车运量也继续衰退。交通部回应，各地方政府需要提出解决方案，若有不足，中央才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加坡发生外籍移工宿舍群聚感染，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指示讲会去调查新北市移工的宿舍，也建议中央政府先摆予产业类移工入来到台湾。劳动部也回应讲，会建议公司优先请共一位移工。新加坡也出外籍移工宿舍群聚感染，和新加坡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一直升悬。新北市为着无要让移工宿舍变成防疫破口，市长侯友宜早起伫新北市武汉肺炎应变会议中指示，会随时调查新北市的移工宿舍，要求头家要做好相关的防疫作为，佮建议中央暂时停止引进产业类的移工。在疫情仍为紧张的时候，产业的外籍劳工还是建议暂停，不需要进来。先用本级的劳工。现在我们失业率很高，我们的失业率可以引进到产业链的，我们尽量媒合。新北市劳工局指出，新北市外籍移工100个以上的事业单位有39间，50人到100人的事业单位有57间。为3月27开始，中央要求外籍移工入境，拢必须要集中检疫。4月21分点开始，劳动部搁再公告暂停收单，集中检疫2个礼拜，等于要求外籍移工暂时莫落来台湾。对侯友宜建议，劳动部回应指出，防疫考量会建议头家优先请共一个移工。当有不足的时候，才会同意引进移工。那基于防疫的考量，目前劳动部是建议雇主能够优先续聘同一位移工，或者是就是采国内承接的方式来聘雇移工，避免跨境的流动。这些人好不容易，他14天都那个工厂让你14天检疫没有工作，然后你现在回到了你的工厂去工作了，那他的那个健康自主管理呢，就是说到底有没有确实的去做，这个也是问题。劳动部指出，台湾目前有71万名移工，以往平均每一天有630个移工入境。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4月初9到21入境的移工共有181个人，已经减少真多。另外，台湾的无薪假人数一直咧升悬，恐惊嘛会影响到外籍移工如何降低冲击，变成另外一波考验。记者郭灿哲之前是8期报道。
讲到中国的李文亮医师在死进前受人听发了后，竟阁有一位中国医生来食罪路，是一位伫乌北的医生吴向东，因为质疑官方的防疫政策，也批评官方伫咧推出的汉医西医结合做伙治疗，也方免除伊的职务啊。 中国近来宣布有定远性自治疫情，尤其个别病院出现高侪感染，爱全面清查通报。也毋过，这个时阵乌北医师吴向东最近被讲破坏国家防疫政策，攻击中医中药，毋但防机构也阁做着撤销黄石市中心病院副院长的职务。这也是继续李文亮了后，阁有医师因为检举后罪。中国媒体质疑官方也是无法度接受医界无共声音。我就此投入反中医的少数派，不批中医。 对不起，受忽悠的患者。吴向东开设微博加微信公众号，长期发表医学相关的科普文，也阁出一本叫《拍装中医的册》，集齐中医。也毋过，到伫防疫期间，因为批评医界用药，也甲中国官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针无共，对于做着处分。吴向东微博已经改掉，并且清空。另外，前央视的主持人李德华2月2日被武汉警方带走，消息50天，近日出现录影被报平安。 3月14号早晨，我始终都在隔离点的酒店里度过。期间，一日有3餐，安全有守卫，每天都能看新闻联播。李德华讲出迄日的经过，表示这段期间，家己分别伫武汉甲老厝隔离，警方也是文明执法。不过网友拢认为影片中有话无讲。即马中国要全力脱离疫情的污染，复工复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到合适考察，讲国有企业就是生力军甲主力军要继续拍拼。 非但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创造了汽车生产的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官方23通报新增10例确诊，连续8天无新增死亡病例，亲像疫情会当控制。也毋过，法国媒体指出，中国的确诊感染甲死亡人数被北京当局大量删减，实地出来无被算入，所以真正死亡人数上少有25000人，毋是官方宣布的4000人。疫情爆发源头武汉市死亡人数估计至少也有14000人。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敢有暗砍疫情呢？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第2日表示，中国一定无及时甲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也批评中国打着疫情的时机，对香港、台湾施压，也搁在威胁南海，也呼吁国际社会做伙来追究这款霸凌的行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日伫例行记者会指控中国伫全世界无应对付新型冠状病毒时阵，趁机会挑釁。伊讲亲像北京做军，严重侵蚀香港的自治权，讲好了一批反民主派人，其中包括81岁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跟媒体创办人雷迪英等，各点名强军对台湾甲南海施加压力。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exerting military pressure on Taiwan and coercing its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sink a Vietnamese fishing vessel. The United States strongly opposes China's bullying. We hope other nations will hold them to account too. 蓬佩奥嘛批评中国涉嫌隐瞒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违反2007年生效国际卫生条例规范。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id not repor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in a timely fashion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蓬佩奥指控北京即届拖表花1个月一直到近来每一个省2000病例，才向世卫组织通报新型冠状病毒会当人传人。通报到达，马龙博甲外界分享中国内部一开始的病毒样本，无得对种种疾病演变。美国嘛无排除病毒是对武汉陕西流出可能。蓬佩奥呼吁中国稳准外界考察人士进入相关的敏感陕西，确定安全。以前影响全球，澳洲资深国会议员质疑中国讲对疫情保持透明的讲法，引发北京激烈批评，指控澳洲是听美国命令做代志。澳洲政府表示，总理莫里森20日暗时已经甲美国总统川普、甲德国、法国领袖拢讲电话，选举协助对新冠病毒疫情展开国际调查。美国密苏里州检察长头一日控告中国隐瞒疫情了后，意大利嘛成立向中国政府集体诉讼的联署网站，这一天都过了100人联署。意大利的消保组织拍算提告，一间200年的老饭店已经提出赔偿诉讼。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这回海军潘石南发生群聚感染，也影响到国军的形象。国防部也要逐日开记者会，向外界说明调查进度。答应公布敦睦行程甲决定的公文，也针对发烧记录的问题向外界来解说。另外，海军司令刘志斌也透过纪光园地向外界回实的。我身为海军司令，责无旁贷，要表达最诚挚的歉意。一定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海军敦睦舰队爆发群组感染了后，海军司令刘志斌第一摆伫故宫原地出来，向外界回实力，强调家己身为海军司令，会负起上大责任，对中国趁机会宣传国军遭受重创，伊也当为回击。中共正在大肆宣传国军遭受重挫，也期待我们产生战力的下戏，但是他们错了。国军被怀疑暗砍疫情，国防部逐天开记者会对外说明调查进度。外界关心，支队长陈道辉无确实汇报发烧记录，国防部公布汇报记录澄清，为3月初6到4月初1通报发烧的项目拢是维持0，要联络陈道辉，要了解真相。记忆所及，是应该在3月11号，它是记载是扁桃腺发炎回报的这个案子。那扁桃腺发炎里面，我们在刚刚这个表格上面显，他是在发烧这个栏位是写0，他也特别讲说，可能是他昨天在这个记忆上有一点落差。康定南、甲辉南也表出发烧求诊的案例，国防部解说，远航期间无收到相关汇报。14，官兵提前离开舰队，国防部承认确实有这个代志，有通过联检小组检查，暗过却传出联检小组好亲像要求左营海军总病院开假报告，引起讨论。国防部保证未来调查方向会肯定联检小组。联合作业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整个调查里面最重要的阶段，我们绝对会纳入。我们未来调查的一个要项里面，敦睦舰队磐石舰这一个事情，确实有许多的缺失，没有到位。任何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点，都要查核清楚。行政院长苏贞昌承认，敦睦舰队去为着让人非常痛苦，防疫确实无做好，下令政委罗秉成组成调查小组，协助国防部找出缺失，好好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的航港局最近伫咧查停靠伫上港的船啊，也发现讲一个伫3月去过中国厦门的台湾船员，3月底有换8只船走船，却无照规定申请在家检疫。今仔日也甲船公司罚10万块，不过船公司也表示讲，这位船员是直接换船，唔捌入境过。正伫高雄港边的大金轮，也咧等会准备去金门。暗过20日暗时被交通部航港局开出国内第一张船只违反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罚单，罚10万块。因为3月某一个船员下职，暗过无申请居家检疫。他是从大金卸职之后，那他就到一艘叫大祥轮的船舶去任职。那上去之后，这2条船原则上它都是小三通的船舶，所以它都有可能在台湾的各个港口跟离岛之间做航行。航港局表示，这船员3月2日对大金轮去过中国厦门，3月1日停台中港办理下职，转任同一间公司的大商员船员。依照规定换船，到员工是落船，应该由船公司申请居家检疫14天。不过船公司发员往强调，过去船员下职常常直接换船，也无收到航港局的检疫公文。我们没有入境到大陆，在台湾也没有入境到台湾。好多同样在跑小三通这块货船的话，都可以 A 船到 B 船。航港局强调，检疫做法3月19都已经公告，不过船公司感觉真委屈，会阁陈述意见，希望免罚。好加在这船员到即马无围着的现象，伫4月初也已经离职落船，各居家检疫14天。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就要注意咯，伫咧嘉义市的警方昨就甲5名网友送去治罪啊，是因为因伫网络顶头乱讲潘石南的假消息。另外，伫咧台南也有掠到催暗诈骗案，警方表示讲防疫期间会查搁较严，莫想讲分享互朋友就无代志，就算你分享的物件是假消息，共款爱食罪。海军潘石南伫台湾出现确诊病例了后，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各种确诊卡正的假消息，那造成民众惊吓，也造成店家的困扰。嘉义市警方昨透过网搜追查，找到5位传播假消息的网友，约谈后函送地检署。
连续2天哦，2天3天都这样子，我们晚上更差更多。对啊，几乎应该客人都不敢来了。他们没有经过查证就直接转传到脸书里面，所以提醒民众未经查证的事实，不要任意传播。其实不只是我们，那包括一些他点名的店家，其实也都受到影响。那这样子，他必须要为他行为负责。除了给消息，也有人利用疫情期间民众买防疫物资的心态，伫社群网络平台打出卖喙暗的骗人大文。警方就伫台南市查到有不少人士伫1、2月期间伫面册破文，讲要卖喙暗，实际却是诈骗。初步统计被害人约90名，被害金额约新台币9万元。在日前持搜索票前往台南市庄贤的县住处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的赃证物，并拘提庄贤到案。警方以高车比对小号甲提款影像等资料，发现新增的嫌犯有重嫌，将人拘提到案了后，移送地检署。警方对民众提出呼吁，除了唔通传播无经过查证的消息之外，也要严防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美国的海军日前发生26只军舰有人治病情形，到今已经有14只已经康复啊。另外，加州第2月初就让人治病死亡，比官方所认定的死亡比例提早3礼拜。这个病毒恐惊是早就入去美国啊。一名资深美国海军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海军有26只战舰去围钓，有14只船艇成员确诊了后已经好啊。美国海军有297只现役战舰，伫海上执勤的90只恢复无疫情。到22已经有3578名美国军人确诊，死亡2例，其中将近800例来自罗斯福克航空母舰。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郡证实，经过验尸了后，发现早伫2月初6、17，2个伫厝内底过身的病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生前拢毋知家己去围钓，这推翻美国认定2月29华盛顿州的这10人是全美国第1个死亡病例。加州死亡病例早3礼拜应推算，可能伫去年12月美国就有病毒。What these deaths tell us is that we had community transmission, probably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far earlier than we had known. 美国医生过去2礼拜发现新冠病毒好亲像会引起30-40岁人形成中风，这人原本无啥物严重病症，不过大部分因为病院为疫情无愿意去，有的病例显示新冠病毒明显也会造成肺癌。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用上紧的速度来看欧洲的疫情。伫咧英国国会是放弃700年的传统，头摆利用视讯软体召开会议。伫德国是有疫苗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伫咧西班牙是宣布延长封城到5月初9。另外，到台还阁载到 UK 邮轮卡斯塔，落尾是停伫意大利来靠岸，结束37天的海上漂流。英国进入封城的第5礼拜，国会拍破700年的传统，22透过视讯软体准召开会议，批准上济50个议员入去议场参加，其他的议员是透过视讯参与开会，一届上济会当出现120个人。So I'd like to welcome everyone, both members joining us remotely from their constituencies up and down the UK and members here in the Chamber, to the first hybrid sitting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民众社交甲日常的生活方式拢互改变真济。英格兰的医疗官会提供，这款新的形态，敢若有疫苗或者是有效的药仔出来，才会当改变。各国赶紧来研发疫苗。德国保罗艾尔西利研究所头一届批准疫苗做临床的试验，成做全球的第4个。因为布莱梅邦最后要加入，目前德国人若坐大众交通运输，拢爱挂喙罨。另外一方面，西班牙疫情还小未退，22新增加430个死亡的病例，政府宣布搁延长封城到5月初9。不过对14岁以下的囡仔有放令限制，批准有大人陪伴的情形之下，会当出门买物件或者是去药局买药啊。也若邮轮高时代乘船号是伫咧22驶转来终点意大利的热那亚，互相买一批旅客落船，结束37天海上的漂流。根据了解，船顶无人确诊。记者综合报道。日本伫咧5月初有黄金周连续假期，日本政府也烦恼民众会四界行搭，真侪观光景点也拢大城关起来咯，甚至有赏火所在甲火全部剪掉，避免游客来遮行搭。不过，伫咧这2日却发生婴仔群聚感染事件，有8个婴仔来确诊咯。伫咧泰国也是有婴仔去治疗武汉肺炎。
泰国这个月初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上细汉的病人，1个月大的红婴仔，在医生的照顧之下，這個細漢紅嬰仔23已經好起來出院啊。แผนการรักษาเนี่ยเราก็ใช้ในน้องคนนี้น้องท่านนี้นะครับก็คือว่าใช้ให้กินประมาณ10 วันนะครับภายหลังการรักษาเนี่ยเราก็ดูว่าแต่ละวันแล้วก็ตรวจร่างกายอะไรทุกวันแล้วก็ฟิล์มเอ็กซเรย์ซ้ำก็พบว่าดูดีขึ้นเอ็กซเรย์ประมาณ 3-5 วัน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ดูดีขึ้นเรื่อยๆ除了泰国，日本东京振兴会中央病院附属幼稚園，大城市幼稚園的老師確診感染大院，預計逼出有8嬰幼兒防衛着確診，目前狀況穩定，攏在接受治療當中。發生學生囡仔感染的閣有富山市，一間小學校的同一個班級當中，正好發生學生甲老師攏總5個人均自感染。因為日本4月29到5月初3到初6是黃金週連假。當局煩惱會有真濟人出嚟佚佗，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呼籲民眾盡量使用時信網絡回鄉拜訪朋友。另外，出名的景點碧川鄉的合江村嘛宣布連假會停止營業，就連新南川縣的湘南海岸、江之島等等的所在嘛會封鎖，禁止民眾去佚佗。有金鄉花田出名的青葉組成故鄉廣場，因為拄好是花季。11開始有上火的觀光客，當地市府只好忍痛，將園區內底10萬外里的鬱金香全部攏扣掉。記者綜合報道。世界各國為着要防止武漢肺炎，會使講是步數進展。除了有官方的措施以外，在民間有啥物款的方式來防疫呢？咱也做伙來了解一下。民眾入去超市買物件，這是全世界千萬的都市內底，幾落億的民眾逐工攏會做的動作。但是賣場冷凍櫃的門手，互防疫專家認為是傳播新冠病毒的主要媒介之一。所以要安怎無摸着門手，佫會當拍開櫃仔摕商品，真做發明家大家動頭殼想要解決的目標。斟酌看這幾個民眾，在拍開冷凍櫃的時陣，毋是用手掌去抓門手，是用手骨甲這個親像鈎仔裝置交條咧，才親像平常時啊共款甲冷凍櫃拍開。This is a good invention, very good, helpful. I think everybody likes this, you know. 除了避免用手掌去摸门手，也是大众运输顶悬的有权。在密闭空间的集会，亲像是基督徒的礼拜、弥撒，也是穆斯林的集体祷告，拢伫各国的禁止项目内底。也若是安尼，空空的清真寺敢有啥物款的作用？土耳其的第一大城伊斯坦堡，这座清真寺就由少年校长做主，向民众无关处理无需要的食食也是材料，用食物银行的形式帮助有需要的人。İhtiyacımız da vardı. Adam çalışmıyor, boş. Ben de ev işlerine gidiyordum, almıyorlar. Evimiz var ama gelir olmayınca sosyal yardımdan da yardım yapmıyorlar. Kötüyüz yani. 除了物质上的食食，精神的安慰嘛真重要。互要求爱居家隔离的民众，2-3禮拜見袂到親人，若是有會也袂曉用網絡。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這隻愛的巴士可能就有淡薄仔作用。On pense bien fort à vous, vous nous manquez beaucoup. On vous envoie des gros bisous. Prenez bien soin de vous. 這對有會的女士，分別是畫面頂這個查某囡仔的媽媽甲阿嬷，隔離期間聽到查某孫的聲音，兩個人攏歡喜甲流目屎。同款是真感動的場景嘛出現喺美國的加州。極困的民政人員在防疫的期間嘛無停止替民眾公證結婚的服務，玻璃窗仔隔開，嘛會當用風扇頭證婚。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under the state laws of California. You may now kiss. 這對新婚夫妻要燒酒的時陣嘛無袂記哩防疫規範，同款喙暗掛條條，當然嘛是有較搞怪的。只能維持公證儀式完成了後，就甲喙暗摕落來歡喜甲對方斟一個，用簡單卻特別的方式完成終身大事。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國防部針對潘石南去拍佬的行動，講法是改來改去，甚至有僑胞去咧軍艦頂頭參觀。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尊重國防部的安排，也會全力支持國軍。另外，台灣的翠岩外交就立為指批講，台灣捐予越南，越南閣再捐予歐洲，等於是幫助越南做外交。吳釗燮也回應講，台灣甲越南都有事先評估過啊。國軍屯務艦隊底備航炮繼續抵拖，國防部原本講停課別流的時陣無開放民眾去哩艦頂，毋過說佮解講有大橋去哩參加升旗典禮，引起暗含事實的質疑。外交部敢是事先知影，部長吳釗燮強調講綜合配合演訓，而且嘛連講兩屆絕對支持國軍。國軍是捍衛我們國家安全最重要的骨幹部隊，對於國軍，我們外交部是絕對充分的配合。
我们绝对支持国军。吴钊燮嘛去立法院报告虽然援助国外的成果，目前已经小连续捐予有需要国家2批，总共1700万的，各国嘛拢真感谢。不过外界有声音认为讲，捐出进程应该成功建交。我们捐口罩的目的是要协助其他的国家来对抗这个武汉肺炎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政治目的。还有立委质疑，台湾捐喙炎予新南向国家，包括越南，但是越南前一阵仔才捐55万的喙炎予法国等等的欧洲国家，台湾根本就是伫替越南做喙炎的外交。不离个吴钊燮强调讲，拢有事先问过因的需求。你们确定他有需要吗？那他为什么还捐给欧洲、捐给日本呢？我们都是询问对方，或者是说对方有来直接跟我们洽。一个越南的话，它是9000万人口，但是它一天的生产量只有500多万片，所以事实上它是有需要的。那所以我们是经过双方的讨论以后，就做这个互惠互利的一个安排。针对台湾伫咧对抗疫情的表现受到国际肯定，外交部嘛按算要翕影片来宣传，但是吴钊燮表示，今年要受邀请参加 WHO 也是有困难，已经透过友邦国家来正式提案，而且希望动员理念相同的国家联合来做，会继续拍拼到上下尾一秒。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海军075型的两栖攻击舰2号舰，昨也正式启用啊！这台军舰也互军事专家看作是台海防卫作战上界大的挑战。咱的国防部也在刚刚公布讲，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也完成南海训练，搁再经过巴士海峡，咱的国防部也出动8隻军舰专程监控。中国航空母舰辽宁舰甲5隻护卫舰，搁再出现伫巴士海峡。辽宁舰战斗群12摆航行经过台湾的东部海峡，搁再由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结束南海10天的航训，搁再经过巴士海峡向东航行。国防部强调派8隻军舰警戒，国军专程监控，维护国家安全。国军除了运用联合勤监侦系统绝程监控之外，并且在我 ADIZ 内派遣我海军8艘的舰船担任警戒、监控以及测护的任务。同一天，中国海军的第2隻075两栖舰，慢慢互拖出船坞，完成落水仪式。075两栖舰会当载20隻直升机，弥补解放军现行水面舰艇直升机战力无够的问题，阁会当运载两栖车辆，互解放军的战力更较充足。军事专家认为，中国除了有辽宁号、山东号2隻航空母舰，加上头一隻慢动的驱逐舰南昌号，即马阁有075两栖舰2號艦的加入，成做台湾台海防卫战上大的挑战。直升机有效的作战半径，足足可以跨越过台湾海峡。直升机到075这种两栖攻击舰进行整补的时候，那两栖攻击舰的位接受到辽宁号、山东号保护伞的保护。就算讲疫情当咧严重，中国军事发展同款无放令。尤其是伫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航母群，甲台湾搬石舰双双因为治病，引发影响战力的讨论的时阵，美军同款派2隻军舰去南海巡逻。中国外交部虽然批评卖引起纷争，嘛互中美海上势力的比拼引起关注。是美国用比较实际的行动来向区域里面，还要向美国的盟友，还有一些区域的伙伴来展现他维护这区域和平的承诺。所以这是个非常强烈的一种政治讯号的展现。战略学者认为，就说讲疫情冲击全世界，对中美第三方伫军事甲经济等等的方面拢造成影响。美军继续派出军舰的动作，除了宣示无放弃伫南海的军事存在，嘛向中国展现美国袂制造空棒，互强军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 OTT 影音串流平台当咧台湾抢市场，甚至有风声讲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要透过 OTT 来到台湾。咱的 NCC 也正咧研究相关的法案，要来处理这寡嫌法律空棒的中国业者。台湾的 OTT 影音串流平台版图大家抢个真厉害，虽然目前中国 OTT 业者无法度来台湾，不过透过代理商推广业务大受会员，因讲是趁疫情严重时阵抢市，即马佫传出中国官方媒体用词，想要以旗下中国网络电视台 CNTV 来台湾，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因为可能加入民主抗胖。这的确是一个破口。我们的态度以及做法就是会积极的修法。这个草案已经研拟了一阵子，那内部也一再的讨论。那基本上时程上大概在今年7月之前会完成。NCC 正在研究防治网络视听服务法草案，希望防止这种正抗胖的商业行为。
中国网络电视台是用时机下网络播送平台。2009年底播送了后，已建立网络电视互联网电视的5大集成播控平台，伫190个国家甲地区播送，引起统战纪录。本会也已经有掌握，将与相关部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的情形。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消费者。政府目前并未开放入资来台投资影视音产业。今天是央视，明天是不是就变成其他的这种所谓中共的官方媒体也可以都陆陆续续透过这种方式进来？那这个对我们的乐听其实冲击是很大的。对各方的疑虑 ，NCC 强调已经甲陆委会、经济部等单位讨论，希望透过修法处置用规避手段来台湾的中国业者甲代理商，并且维护台湾视听产业的发展环境。记者综合报道。那阵讲到台湾所开发的快速体检，但是会当大量生产的。中研院院长廖准智表示，中研院所开发的快速体检已经交予高经厂商啊，就要听候家是药师申请授权，才会当来生产。中研院伫3月份宣布，成功研发15分钟的试验病毒快筛。院长廖准智表示，已经伫4月初转交予厂商量产。通常是需要3到6个月才能够把这个原型的成品交给厂商，1个月的时间就从发现这个新的抗体到制成的程序优化，这个技术在4月10号转交给国内7到9家的厂商，必须要跟这个卫福部食药署去沟通。廖准智指出，目前国际使用的快筛常用 RNA 检测方式，因为研发机器无写集成技术，所以研发的速度较紧。另外，由安水团队以抗体检测病毒抗原的方式，目前也是全球第1例。不过，厂商要爱经过认证，才会当进入后一步。我们要看它的一个灵敏度跟它的特异性到底够不够，跟台湾的一个背景的资料是不是能够相符合？那选择一个特别就是说比较适合而且有效率的方式来做。中研院长廖准智23赛季前往立法院针对 P3 实验室基地进行专案报告，保证会当进行武汉肺炎病毒检测的 P3 实验室。中研院有2间分别设置生技所甲基因体中心，第3间会设置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预计年底完成进程。不过，干那以生技所的 P3 实验室来看，因为今年检验量大，经费已经用完了。生医所的 P3 实验室经费已经用完了，已经是负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需要来做，大院可以多 support 我们这边的一个经费。中研院也规划要成立新兴传染病研究专题中心，包括快筛抗病毒药物、抗体研发。未来也希望甲卫福部国卫院、甲各学研单位合作，共享资讯，为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疫情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在咧防疫期间，除了医护人员以外，当地理监事也爱实际掌握在家隔离加检疫个案。在咧新竹，就一个真少年的理监事，或者廖婉琴，伊一个人就爱负责2个理，甚至是独居或者是带较远的个案，拢爱协助因度过14天的检疫期。小姐早安，今天又等我一个早上了吗？今天身体状况都好吼。一通打电话来问居家隔离也是检疫个案的身体状况。新竹香山区的理监事廖婉莹，伫香山服务4档，才打满30个月。面对变化正紧的疫情，伊讲这是伊当过上大的挑战。最近几个月，逐工上班了后，就是派居家关怀包骑车送到个案的厝内。朱同学，我关怀包放在门口了哈。疫情期间，徛伫防疫的前线，廖婉莹所送的唔那是防疫的物资和食食，伊要用亲切的问候来降低个案的无安全感，尤其是一个人大无亲友通斗3天的个案，要维持14天拢无出门，理监事就是因上重要的瓦口。就是还蛮担心说，就是如果自己一个人的话，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问题，然后也不敢回家里，因为会怕传染给家人。可是就发现，就是关怀中心还有理监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
徛伫前线收集统计个案的情形，这嘛是中央逐工重要的证据来源。伫同一个时阵，伊嘛爱面对数字所无法度定现的真真正正的人生。在医院等待的过程中，他就打给我，然后他就在电话哭了，他就说：“我好害怕哦，因为我的班机上面有确诊者。”他就是很配合，所以其实他们压力也很大。我们就是变成是他们的无形的一种依靠。廖婉吟伫服务过程中观察，居家检疫的民众向公司出国佚佗，佮挑地拍走，这嘛对其他合作的个案产生压力。对防隔离的人来讲，因对抗的也够有阴暗话。这个人咳嗽，然后就会说你是不是就是中了，是不是就确诊了，是不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会有就是流言出来了。大家最怕的就是流言。无偌久就要伫新竹结婚成家的伊，对外爱按里面的心，对内爱了解个案的状况，定定爱为上班无闲到假日。廖婉吟讲，看到个案健康，虽然辛苦，毋过嘛感觉真有价值。记者由于真张玉水新竹报道。台湾目前在家检疫的人大约有上万人，江建院也发表智慧关怀的居家管理系统，透过系统自动安排访查，也会当甲卫生定位信号减少20公尺以内，也会当减少里长甲里干事的负担。居家隔离的人若是离开厝邻，手机的定位系统就会随提醒管理人员。这套管理系统毋但缩小定位的范围到10公尺，辨识的功能嘛会确定电话是本人接的，而且伫咧居家隔离期满了后，会主动甲相关的资料清除，确保这的资料袂流出去。定位非常精准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需要判断说，我们这个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那第二个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去判断说，是不是当事人有没有跟手机分离？目前居家检疫管理系统因为定位有侦查，潜在发生报唔到的情形，互里长甲警察等等的防疫人员真困扰。江建院开发智慧居家管理的系统，结合基地台、GPS 等等多元的监测资讯，来减少报唔到的情形。目前已经在做测试，会由新竹市大城来使用。需要协助执行居家隔离吗？好，没问题，马上派员过去。新竹警方实际测试系统，来掌握居家检疫的人更较准确的定位信息，避免防疫人员常常绕空抓。家里附近基地台位置比较多，那可能它的位置可能原本是 A 基地台，就变到B 基地台的时候，可能它那个位置就会跑掉，那可能抓的距离就会有出入。因为这套管理系统会当利用自动排时停卡电话的功能，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会当做关怀的访谈，透过双方的通报机制，唔但会当减少人工查核的负担，嘛会当降低对民众生活的干扰。记者综合报道。真侪学生伫要毕业咯，刷落来毕业典礼甲要举行咧。伫咧台中的中兴大学是全部取消，桃园的中央大学是由学院家己去举办。伫咧高雄的中山大学博士班会伫海边啊举办毕业典礼。大科大设计系学生做干部，亲身示范制作或者是操作毕业的作品，加做学习的总结。个外月就要为大学毕业啊！仪式感还是蛮重要的，但是，为了防疫，如果真的不好举办的话，还是以安全为优先的。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取消，那就是原本的那些祝福可能就收不到了，那个仪式就是好像没有结束的感觉。期待毕业典礼，大科大学生也搁伫咧等学校上尾的决定。未少私立大学嘛伫咧等董事会的决议。比如讲，原定大学已经提出毕业典礼爱分时间、人爱分配、地点嘛爱分开的方式，或者是户外500个人的2种方案。户外就是只能有毕业生代表出席了，就不能所有的毕业生都出席了。博士生一定要全部出席啊，因为博士人数比较少一点嘛。大学生就是自行拨费了。不过，中兴大学已经宣布要取消毕业典礼。中央大学的毕业典礼是各学院家己办，文化大学延长做毕业周，各系家己办。中山大学是博士班的毕业生伫咧西雅湾的海基亚办，要若是硕士班甲大学部的毕业典礼是分散伫咧6工来举办。固定座位不会去任意走动，所以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受证的时候，那时候的距离就比较近了。因为要拨税，还有要受证，那这个时候就要戴口罩。到底敢要办毕业典礼？若是办，就要控制人数；若是无要互家长管理，敢若有毕业生的代表来参加，加减会引来不满。疫情之下，毕业典礼互大学是头壳摸咧烧。记者综合报道。
防烈组前站建设要开120亿的詹文水库、南化水库连通管计划，因为大条水管路线要伫第三线沿路带过去，可能会造成交通不方便。在今仔日，就200多位居民去到南区的水资局抗议啊。警方伫咧南区水资源局头前戒备，还佫摕大型的标语，提醒爱挂喙暗，还佫有保持社交距离。道连楼尾顶嘛有警察提醒唔通群聚。遐若来တင်前的民众头壳白白布条啊，嘛拢有挂喙暗，表示大声来表达因的不满。恁道拢还袂沟通好啊！恁道安尼一直顾忌，恁当做阮这是啥物啊？恁当做阮这里民，阮这居民啥物啊？200外个台南玉井的民众23去南区的水资源局抗议，因为不满前文甲南化水库连通管的计划，讲线会沿第三线代设，工期下到6年，毋若当地交通面临着黑暗期，民众是更较烦恼，讲观光产业会受到冲击。是讲恁开路了，恁开这公路了，就算我地方啊无便，但是你嘛要有一个有利的方案啊，会带动我地方的什么好处吧？当地居民表示，这条连通的公线有25公里长，为前文水库出发，经过玉井的虎头山，搁到南化水库系统的净水场，煞伫咧第三线坳，冲击是真大。这期是安怎袂当沿前文溪沿线开新路来代设？水资源局是表示，经过评估了后有困难。在施作当中，我们是希望对于地方的干扰是最少的。施工当中，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也能够增加一些当地民众的一些就业机会。南区水资源局表示，因为考虑到地形甲阻挡大水，所以才会以目前的方式来施工。即马已经纳入去前站建设，预算是120亿。不过强调，目前还佫伫咧招标的过程，嘛会加强甲居民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婚礼的6帮马，虽然今年是取消绕境活动，不过这信徒10多年来所寄回金牌是有影真济，今年甲因全部扬做伙变做是金马角啊。婚礼6帮马会人员甲信众寄回金牌，一块一块摕出来算数量，准备甲扬做伙嘛较好管理。邀真济信众专工走来现场管理。今天要拢金的有258鸟，可能等的咧会当拢金的。差不多10块1块1公斤的这个金牌安尼。秘书长表示，过去就捌有人甲金牌扬做伙，这届为着要互信众了解这几档寄付的金牌数量，按算自民国97年到今，总共会当扬258两的金马，扬做规地的大金牌，未来会放踮银行的金库，等若有需要的时，再由委员会讨论提出来使用。咱配合中央政策为优先，所以咧。原则上，阮商务旅监事会咧，咱就有决议停止这个绕境活动，只办理咱这个新增的衣架安尼而已。原这1年1届的国家重要民俗6帮马过路绕境活动，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宣布暂停。理事长表示，配合政府防疫，不得已才取消绕境活动，目的嘛是希望保护信众的身体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届德华国小这几年正在推广高龄车运动，也变作是学校的特色，而且也配合在地文化，大家妈祖绕境，要学生利用高龄车完成绕境活动，这也出一本册记录因的点点滴滴。学生囡仔骑高龄车，手牵手洗可冷灯，伫家己新港洪天宫庙前表演甲真精彩，民众看甲目睭袂记哩呢。因是台中大甲伫华国小的高龄车队，连续2档参加大甲妈的出巡进香，因若有本领，嘛有影视会堪伫食苦。一开始你要跟别人加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害羞，就是不敢大声讲话这样子。可是到了最后，因为你会觉得非常累，然后你听到别人的加油声，你就会继续有力气的继续骑下去，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跟别人大声的加油。学生对大甲妈出巡，嘛伫过程中体会到台湾的人情味。老师甲学生做伙出一本册，记录大家所看到的风景。这是一段辛苦毋过使人难忘的过程。每一个景点都是一开始由张主任对于这个景点的介绍，然后接下来就是孩子或家长在这一段
旅程中，他对这个景点有感觉、有印象的，就把它转成文字写下来。校方表示，这2档学生啊骑高龄车对大家嘛出巡，敢若参与去也是回来顾一转尔。等到疫情过去，未来因拍算袂9天8暝全部对甲到，因除了加强训练，嘛要做伙卖这本册，卖的钱会摕来做高龄车队经营开销的费用。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1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2个18同台演过歌演。哎呦！演到伊若出来演，我就开始笑场。啊，你起来话大部分拢毋是小声、小段咧讲。跳啊，甲你讲。这方面你比我较厉害。你是我跳啊就对。你是带大家欢乐、快乐。安尼就是跳啊啦。每礼拜是拜5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会山会水会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医师。之前有甲大家介绍一寡西医的语词，其实我唔那精通西医，对中医嘛是真了解。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中草药。中草药汉语写作中草药，罗马字写作德庸中，吃奥草1、2药。中第1条，草第2条，药第8条。中医常用的诊断方法有4种：望、闻、问、切。其中的切就是诊脉，透过脉象来判断病症。判断出病症了后，治疗的方法嘛真多，亲像针灸是我上接替患者做的治疗。有的人嘛选择背风，亲像李医师我一天看遐尼侪患者，定定腰酸背痛，就会摕背风管啊吸伫我的脚趾听，消除疲劳。除了顶面的物理治疗，中医上常用的就是中草药。传统的中草药爱先去药房拆药啊，还是请先师夹药啊。拆药啊是已经知影要爱什么款药啊，去中药房的时就家己指定。啊，若夹药啊是敢若知影病症，请药房的先生替咱配药啊。药啊买转来爱怎搁爱行？人讲2变喷，3碗转7分，就是咧讲山药啊上好是用洗第2变米的水，也就是米喷，总共3碗。深入去放7分甜草药的药盒啊内面装，真够工。即马拢用科学中药，摕到的时是一包一包的药粉，要食真方便。甲中药有关系俗语有：
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心一少。就是讲药啊拿唔到，较贵的药材拢无效。意思是咱人做代志爱把握重点，才袂加了工。六，中草药，占据培方，二变喷，3碗泉7分。食到药，青草一叶；沾到药，人心一少。咱平常时就爱注重养心，唔通等到有病才来食药啊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